每到情人节，都是所有伴侣一起开心庆祝的节日。而近半年来以面瘫及少有起伏的说话语调而爆红的 YouTuber 理科太太，在正值情人节的今天14日发布了一支影片，影片中是以理科先生的视角作为出发点，他在理科太太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拍摄了这支影片，准备要给他一个情人节惊喜，却意外让素颜且穿着睡衣的理科太太在镜头前曝光，让他脸僵，并开玩笑地说要杀了理科先生。YouTuber 理科太太经常在网络上利用科学角度与大家分享时事。就在正值情人节的今天，理科太太的先生 John 拍摄了一支影片。影片一开始他就先表示自己在上网查询后发现古代东方会用纸做盔甲，因此他将视线摆放在他旁边的报章杂志，开始穿戴在自己身上。等一切就绪后，再将礼物包好，准备给太太一个惊喜。不知情的理科太太在看见老公靠近后，马上发现他正在拍摄，火气已经飙到头顶的她脸僵地问：“你知道我现在穿睡衣对吧？这会是我们的情人节影片吗？”在拆开包装后看到礼物，让她直接定格，表示这是给我还是根本你自己要的？原来老公John知道老婆最喜欢的角色是漫威超级英雄杰西卡·琼斯，因此特地买了角色的模型来作为情人节礼物。理科太太在看见礼物后相当无奈，虽然是她的喜好没错，但她认为不该将人物模型当成情人节礼物来送。不过后来意外发现公仔的每个关节都能动之后，心情有稍微愉悦，并表示公仔穿着跟自己平时很像，就把公仔当成自己好了。在影片释出后，理科太太也在影片简介中说明，这影片是频道开播以来最无奈，还开玩笑地说这对单身人士应该是很友善的情人节特别篇。实习编辑斜线李佳莹